八步蛇是台湾的原生种，嘛是保育类的动物。去年的7月，林保署伫北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发现一只有新的八步蛇，嘛用摄影机专程来记录伊捕卵的过程。那么做伙来看卖。八步蛇幼蛇出来，甲两壳突破，总算出世。这个珍贵的影像是来自林业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分署教育中心的教师去年7月份，带营队的囡仔，伫北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底，发现一条有新的八步蛇。一礼拜了后，这条蛇生卵伫附近的窟窿。台中分署赶紧打护拿，设摄影器材，记录八步蛇捕卵的珍贵影像。经过2个多月的观察，我们有观察到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百步蛇的护卵它几乎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它会不离不弃的守护这个蛋。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观察到小蛇从卵孵化出来之后它百步蛇的妈妈它会在洞里守护大概7天它好像要等到它安全之后才离开林业署表示，八步蛇是台湾原生的蛇类，属于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过去虽然有真侪研究，知影蛇母有护卵的行为，但是大部分拢只有野生八步蛇扣伫卵顶头的画面，无完整捕卵过程影像，无就是人为饲的非自然环境影像。农业部强调，这个捕卵幼蛇出世的完整影像，会使讲是真珍贵。全世界的第一次能够详实的记录到百步蛇在野外产卵孵化的整个完整的这个过程。小蛇孵化之后，母蛇事实上还在，所以这个也是很有趣。大家都以为说蛇类它是所谓的这种比较低等的这个动物，它不会有什么这种亲代的照顾。林业署表示，过去人工捕育八步蛇，无都知影幼蛇出世了后，蛇母会有啥物款护卵的行为，也毋知蛇母会踮伫树内底保护幼蛇。这摆的研究成果会伫第10届国际的两栖飞行动物学大会发表，向国际分享这个研究案例。记者郭文霞、桂林台北报道。